錢，我手很累。我唔知嘅歌鼓勵。有冇前提嘅人影響我哋啊？啊，係全部企起身咁個包白咩啊！最重要係把全副身家影出嚟。我都計咗下身家差唔多成3000啦。嗱，1000、2000就當簽啦，我冇出嚟，你借下先啦，我先有冇嗱，1000、2000、3000，然後一個300，然後一個500。王源之，開工啦！我居然喐啦！王源之，咁定嘅。翻工啦！出嚟啊！翻工啦！未到啊，未到鐘係咪啊？102啊！你給我一個數字。能把它扯到。我不要啊！不要我了吧？我什么都有啊！王源之，王源之，王源之，開工啦！翻工啦！上鐘啦！加班！等陣先食緊嘢啊！起身啦，二灣啊！好食嘢啦！其他人都咁冇咁衰。我頂上次凡成路演嗰個係真係喺度食嘢，佢第一句話點解食嘢？你有冇食㗎？我話黐線，我最容易就係唔做事，你居然唔食。
誰負了誰，不該再面對。忘掉每日談到不睡，誰用眼淚沖走了悶侶。原是我未知自己的心事，無知識無謂去知，任何事也欣賞你懷疑，任何人想愛愛什麼與我無意思。原是我未知自己的心事，竟然留待發現，任何受也不太都同意，任何人的快樂應該也無我一致。原是我未知自己的心事，沒知識無謂去知，任何事也欣賞你懷疑，任何人想愛愛什麼與我無意思。原是我未知自己的心事，最初轉就在構思，任何東西都覺得容易，任何人都發現它已深藏不思。何謂快樂？快過知覺，才是快樂，不需要學。我哋繼續啊！好得意啊Hello，這宇宙旅程，有引力決定，萬有中拋物脫軌，出了軌，往後都不配安定，路線被固定，想擴大過自己的捷徑，代價竟高得震驚，為尋覓火花燒毀了生命，誰會來革命？人潮像繁星，火星只可似火星，空氣未允許飲食，模糊面目裝飾佈景，遺忘能觸摸那份天性，在自轉，星可將消失了身影，誰無懼衝出異境，處身地球，無數的生命，怎麼分辨性情？
家好嘛？係咪好少咧？音樂節會用呢一種聲音同大家講嘢嘅？通常音樂節係會大家好嘛？要用啲丹田。Hello。首先我要講廣東話，定係講普通話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婉之，台上是我這一次的樂手，大樂隊。咁跟住我就講返廣東話啦。首先我哋嘅鼓手 Prudence， 俾啲掌聲㗎。跟住我哋嘅 Bass 唐哥。仲有我哋嘅吉他 Band Leader 阿元，仲有我哋嘅 Programmer Arranger Tony， 仲有 On Keyboard 我啱啱同佢玩另外一個音樂節，佢亦都係 Music Director 同埋 Band Leader 嘅 Ina。我哋 host 係凱明哥，還有鴨子。還有 Earmon 嘅，我聽到你哋啲尖叫聲咧就係。你等我5秒鐘，我問下一首係乜嘢？我知道啦。呢首好啊，我飲一啖水先嚇。呢首點解你知道嘅？我做咩唔知啊？係知道㗎，大家。咁你哋提我啦，陣間。你啲錢嗰邊幫你報多少啊？我一時時啦，今日唔錯。
刻蓋望晚餐，杯中有你喝的茶，剩我沉住氣對你牽掛。越掛會越煩，我望住都聽到吵架，親友不敢傻傻亂說話。明知是自己不對，無理為爭氣放任流淚，而你已吞聲隱去，何以我還進取 ？My darling, I'm so sorry， 請不要在意，如語氣傷到心處，原諒我的風雨。My darling, I'm so sorry。只想得你鍾意，從頭又抱着我在甜笑，是你心願。天氣無用太差，心早已罩滿烏雲密圈，還害怕你會走遠，越怕手機不知怎算，吞吐不出前面話太亂，明知是自己不對，無理為爭氣放任流淚，而你已吞聲隱去，何以我還進取 ？My darling, I'm so sorry， 請不要在意。傷到心處，原諒我的風雨。My darling, I'm so sorry， 只想得你鍾意，床頭又抱着我在甜笑，是你心願。情人常在小爭執感到老夫妻的意義，幾多婚禮又如原諒我任你做神仙，想我精變。呢首歌我好少唱嘅，喺對上一個音樂節就唱咗一次，今次咧應該係公開唱，可能係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啦。好多年冇唱呢首歌叫做 I'm Sorry， 呢個字咧好多人都識寫喎，但係咧好難講出口喎，係咪啊？其實唔係咁難嘅啫，你咧只要好真心咁講 I'm sorry。Yeah, it's a magic word。好多嘅negative， 好多負面嘅情緒可以因為呢一句而化解嘅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落嚟呢首歌咧係要彈嘅。你哋知唔知係咩歌？知道。
哦，咁就好啦，呢首就我哋可以彈下啦，係咪啊？你哋雙腿 ready 未 ？Let's do it。我哋去 disco。知唔知道乜嘢啊？啱啱嗰首歌叫《沉默的士高》。點解去 disco 要沉默？知唔知點解？Silent disco 都有好多地方有得玩嘅喎，佢真係唔好嘈到人咧，但又想自己喺度瞓咁樣咧，於是佢就會戴個耳機咁樣自己喺度瞓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你哋會見到大家係咁樣嘅狀態嘅，冇聲但係咁樣嘅。咁但係其實想講就係大家咧成日都用手機。跟住就唔記得咗點樣同人哋溝通啦，唔使
識得同人溝通啦，唔肯同人講嘢啦，係咪啊？慣咗用手機打字。但係個機聽唔到你個聲嘅喎，你嘅聲先至係傳達你真實感情最重要嘅一個工具，一個媒介，所以要多啲用你嘅聲音。唞得3秒就得㗎啦。原來係咁樣咩？我使唔使問出邊啊？觀眾，我係咪超時咧？要級歌喎，點算啊？即係我而家只有1首歌嘅時間，係咪？係咪？有2首歌嘅時間，即係可以唱到2首。咁而家咁1萬1塊咯，好嘛？但係唔係啊？
我覺得兩首快好啲，大家都熱啊，係咪啊？咁就最尾嗰兩首啦，玩盡佢，我哋而家要。我做定少少熱身。呢個排好晒嘛啲歌，咁我而家要 cut 一首嘅話咧，咁佢就要再排過㗎，所以你哋等10秒同我傾下偈先。有冇人需要 keep fit 減肥？我話俾大家聽，只要我講嘅嘢你做相反就會成功㗎啦。你叫我買波套喎。OK。你叫我買波套。有冇㗎？有。好，最尾呢首歌送俾大家今日嘅最後一首歌。若留在天空，漫遊嘅光中，七彩光影照牽引我入夢，或潛入水中。相擁。
笑咗。OK，我们现在来一个大合影好吗？哇，好爛錯。今日大個粉絲嚟嘅啫喎。